分享，现在公开分享到各大社团。哦，今天很可怕，今天要抓厉鬼，今天先公开分享哦。今天真的很可怕，哦，公开带大家看什么叫做抓厉鬼，很主席拢免考虑啊，开始分享。哦，先公开分享哦，等这个香，等这个香烧完的时阵，我们就即将出发。一个概念，哦，先分享哦，分享到各大群组，有人各大群组、各大社团每个都丢就对了。今天全台湾最狂的直播探险就是屌，就是真屌，就是很屌。公开分享到各大群组后，等这个烧完我们就出发哦。来，先分享哦，分享动作要做，全台收视率最屌最狂的直播哦，探险哦，来公开分享到各大群组，用力刷，用力分享哦，人数都丢出来。今天有社团丢社团，没社团个人版面都丢哦。等这个香烧完的时候，我吃屎哥今天要带大家要抓厉鬼。听说这边很可怕，很多人都不敢进来，讯号也不好。可是我们今天带的给息讯号收视率绝对好，很可怕。来用力分享，今天全台探险就是他妈的屌。先分享到各大群组。好，听说这个学校很阴，我不知道是怎么阴。哦，是有故事，什么故事你知道吗？什么故事？听说好像是什么？有谁知道吗？这不是有故事吗？我是知道说啦，我听我们工作人员讲说，里面这间小学这边发生过火灾。发生过火灾啊？我听说是发生过火灾。啊，觉得很可怕。听说好像死很多人这边哦，很阴，对不对？好像是什么老师还是谁死的？而且我们刚在路上来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全都是拜过的金子，全都拜过，都拜过、哦，大家都拜过，都拜过哦。哎，就阴太阴了，真的。先分享到各大群组，哈、哦，用力刷，真的今天很可怕，带大家一探究竟。今天师傅要带大家抓厉鬼，来用力刷，分享到各大群组，用力刷，有社团都丢，用力刷。我们刚刚点金子，完全点不着，而且好像还刚刚开车过来的时候，一次就有学校里面就有声音了，第二次我们在烧香的时候又有声音，我就问大家，什么叫做探险？全台今天绝对收视率飙高，超级阴的，是不是？而且不止一次，好像是2次、3次，对不对？很阴就对了哈。来，准备先带大家探险，走吧。我们不啰嗦，现在开始分享。很主席都没扣入哦。对了啊，我们的前面呢？你的手电筒呢？我拿一下手电筒，不然等一下，我真正宝贵，你知道为什么？真的要上了哈。算了，准备好了哈。不看手机的。来了哈。来的啦。没问题，来。来探险就是这样子哦，一只手机拿，不用拿手机哦。然后我们慢慢走，带大家一探究竟。不知道废弃多久？不知道废弃多久没关系哦，我们就慢慢的走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来，从那边照，你们看学校，有没有看到？都是学校，有没有看到？很阴对不对哈？来，有没有听到？迄个啊，你见过啊？探险，里面刚刚在警告我们了，先分享到各大群组。如果我们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
你们千万要保佑我们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好，探险这路不好走，很出席全台湾先分享，里面在警告了，大家有没有听到？探险，嘘，慢慢探险，来。讲大声一点。探险的人后，讲话大声一点。OK。现在开始先分享到各大群组。刚刚里面在警告了，我们摄影师有收音到吗？刚很大一声，我们一直来，已经第4次、第5次了。啊，所以这地方有没有音？目前直播组还没有人进来过哦，我们是第一个。来，只要一靠近就有那个声音。就有声音，不用怕。这间靠你了哦。我们有，对我今天有，先靠你啦。我今天很出席，我尤师傅要出招了，要抓厉鬼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师傅，我们现在先从哪里上去？我们先从这边上去哦。来，现在几个人了？小帮手现在几个人了？1296。1296，来用力分享，来，走，来，真的啦，给我们鼓励好不好？分享一下，必须分享，给我们鼓励一下。今天要抓厉鬼，用力分享，吼，给我们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各位刷订的朋友，拜托一个，帮我分享一个吼，来，来找到钱吼，来，注意安全吼。我们一个一个来，从下面开始观看，好不好？从这边开始，第一间。一楼教室这边开始。好，来慢慢的走，来，来照一下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我们从这边开始吧，你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来。这边不知道。很久，你看，然后来看一下厕所中，然后拍摄，各位过来拍摄，最后几人哦，我讲问题，拜托，给大家看一下哦，有什么代志哦，来进来看一下，不要怕，每一都看得到哦，带大家来探险一下，很可怕，来，要把门打开。门打开。来，较激动的，激动一点。我知道 ，OK，我注意。来，有看到无？我们废弃多久了？这废弃很久了。而且刚楼顶上有烧焦的那种颜色。刷电朋友，这真正拢无人来过，就恐怖的。新分享来讲，就恐怖。我今日陪你继续聊吗？小帮手，我一定要陪他继续走下去吗？刷电朋友，先帮我分享一下，人家就恐怖来，刷电朋友来。等下有啥物代志都唔知影，你找我说。等一下不知道什么事情，刷电朋友帮我分享一下。而且东西都已最经。恐怖的，全台收视率最狂，来，进来。东西都已经掉落下来了。还是有这个几点好？打不开。最近打不开。要把它打开吗？打不开，打不开就不要开。还有喇叭锁。那打不开就不要开。可是。你有喇叭锁吗？打开。我觉得一定要打开。我觉得我们要来，就来到极致。对，啊，如果有，那你就先打开好了。你开一下喇叭锁吧，打开。等一下，我先在旁边一下。你要照我，对你先开一下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很精彩哦。来分享一下哈。然后分享，来刷脸没有？看见这些小物件。这么贵啊？现在几个？1987。1987。用力分享一个就恐怖。是这个要打开。怕开掉，爱怕开。干什么呀？我第一次人生那么后悔，我居然带铜板来上班。没有看到，我来，
道士是先大你做法，有啥物代志，我先带你来。天灵灵啊，地灵灵啊，天主神啊，往哪里走，中南走哪里，往哪里往哪里，天灵灵啊，地灵啊，往哪里，好，拍位。来喽，3、2。听着啦。我想讲有啥物难的，好佳哉，无啥物难的，吼，惊到要死啊！好佳哉吼，我想讲有啥物代志，你知无？我道士天灵灵啊，地灵灵啊。来，我第二件，走到点吼，来，很深很阴。发生第一件没事。对，人家说厕所。不然我们就直接第1集就直接 ending 了。没有，人家说厕所最阴，你知不知道？厕所最阴。为什么厕所最阴？你知道为什么厕所最阴吗？因为厕所很可怕。厕所很可怕。对。因为在厕所一堆，为什么会说很可怕吗？因为在厕所很多色鬼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那种黑色的就是烧焦的痕迹？哪里？门上啊，它门上都是烧焦的痕迹，没看到？对啊。对啊。下雨的物质根本就不是长这样啊。对，我带你看一下吼，互刷脸朋友看一下，真正最恐怖。来。发生什么事情？唔知影发生啥物代志，你知无？来，天地灵地灵，来继续行，来小板说继续行，互感恩多谢，互刷脸朋友看一下，来，这嘛是吼，互刷脸朋友看一下，颜色就是安尼啦吼，来，近思语。我想讲是啥物声，我惊一个。我是啥物声？咱只要看去看。小帮手们要注意点哦，像什么声音都会对我心里造成极大的阴影，来，好吧？拍几跑到行吼，到。叫追供，叫追供。哦，史哥道士在这边吼，谁也挡不住我吼，管你是什么厉鬼什么鬼，我今天就是来抓鬼。来，摸着吼，行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来，继续行。人家讲最阴的是教室。有，人家说最阴就是教室。好，来大家看一下。来，继续来这边要照近一点，不然等一下，我们怎么会怎么样？来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件好不好？来，这里面会不会太阴？来，人家说有道是，我先来哈，来，我先做法一下哈。转呀转呀，七彩霓虹灯，转呀转呀，七彩霓虹灯呐，蓝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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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呐，掠鬼时间到啊，呀！哦，爱看，真正保庇我无代志的，我还有很多演艺圈的路有要走哦。开始啊，刷电瓶出过去了哦。刷电瓶拍谁啊？大哥不好意思，这里面什么东西？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个照进来一点，刷电瓶友帮我分享一下。我惊讲有啥物代志？很主席帮我分享一下哦。来这里哦，进来看一下，进来看一下。刷电瓶家真正足吵诶，吵到要死啊！有一种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吼。动物尸体的腐臭味，这里面很重很浓一种动物的一种，因为我们。我大家看一下吼。刷电瓶有这，拢无啥物代志。是有什么动物，还是什么东西在里面？无啊。互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来分享一下哦，用力分享。大家真的。我们不去看一看吗？没有看这里，看学校，家拢给石头啊，拢就得给石头啊。所以里面真的有。人家说那个学校里面最阴啊，我们来灌。真的有种臭的味道。我今天什么佛都有带的，什么佛珠啊，什么小我都带。开始就回去了哦，开始多拍摄。
转呀转呀，七彩霓虹灯。歹势哦，唱过一个哦，歹势，唱过一个吼，歹势。莫惊我，我会惊的。歹势啊，歹势哦，要趁钱爱多行吼，线顶的朋友，线顶朋友遮真正少恐怖，互大家看一下吼。一年讲吧。我大家看一个现赛，来，啊这什么好像都没有什么电了，是不是？无等一下我真正咋个？靠背，什么东西啦？什么啊？干你娘嘞！什么啊？什么啊？快给他看一下。干你娘鸡掰嘞！干嘛？要不要报警？要不要报警？怎么了？不是啦，怎么了？我刚那边很明显看到有人走过去啦。要不要报警？要不要报警？我经过那个镜子旁边，要不要报警？要不要叫警察过来？不对啦。要不要报警啊？有鬼啊！要不要报警啊？要不要报警？有鬼是不是？要不要报警？要不要叫警察过来？白痴啊！山上没讯号，报警机发起，要不要报警？怎么报警啊？报警！干你娘嘞！要不要报警？你走开啦！干你娘！阿弥陀佛，让我冷静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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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冷静一下。就因为吼，你都大家少年朋友看起哦，我看，如果大少年朋友有看到的话，可以截图一下，截图一下，截图一下，看哪边比较灵异，截图一下，真叫有很阴的东西，好，我要去，因为道士来，我今天先做法一下哦。不是白痴，谁在那边摆镜子啦？搞一个吼，是啥物人啊？底下摆镜子，哦，人家说镜子反射到可以看得到厉鬼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们来看一下镜子，看会不会照得到厉鬼出来。等下我踹杯，我用9100股手把踹杯，天台脚把踹杯，有没有看到鬼？有没有看到鬼？有吗？来，先照一下。人家说镜子反射可以看得到鬼，那是真的是假的？我不知道。全台收视率今晚震撼全台湾，很主席我们就让厉鬼包鬼，包鬼养鬼拢无鬼，管你啥物鬼，恁爸就是鬼咻，恁爸七星剑会咻，互伊倒，你知无？我天台就互伊倒啊，我9100股互伊倒啊。唔用看啥物鬼拢来啊！吼，互大家惊吼，看吼，我家己嘛会惊，你知无？吼，现主是惊，都免烦恼无，都免讨论，开始分享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吼，来。导演，我一定要一起继续吗？继续，迄真正会免烦恼，有我伫，我会晓做法，你知无？豆豆惊。免烦恼吼，我大家看一下来，现主是大家看一下吼，来，看一下来镜子照一下，来看一下，因为一支不够，来，一起照哦。这边是学校啊，12多人啊，来这边照一下。给大家看到每一个我们都要看得到，都要给大家看得到。对，每一个要给大家看得到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包含这个是什么色鬼，还是厉鬼，还是讨厌鬼，还是色鬼，都要给它抓出来。知影我意思无？先分享哦，用力分享啊！大家用力分享，今天这款火力知无？给大家哦。深夜时间嘛，吼，来，继续行，来。要去下一间。下一间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大家看一下。很多教材啊。对，很多教材哦，免烦恼，偷行。来行吼，免烦恼哦，这所在就是安尼吼。免烦恼，阿弥陀佛，有阿弥陀佛伫咧保庇，阿弥陀佛有伫咧保庇，你知无？好惊，免烦恼，吼。
好惊吼，继续惊，歹势吼，少过一个吼，阿弥陀佛吼，阿弥陀佛，歹势少过一个哦，歹势，歹势，线顶的朋友看你啥物鬼吼，歹势，歹势吼，不管你是什么鬼吼，线顶的朋友歹势少过一个，打扰一个吼，我来帮你们这边，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史哥师傅讲的话，你们可以托梦跟我讲，我一定会帮你们许愿。啊，如果你们想是赌鬼要开牌的话，中什么号码也要跟我讲一下，哦。来，豆豆行吼，好，豆豆行吼，免烦恼吼，阿弥陀佛吼，阿弥陀佛，好，阿弥陀佛吼。迄头字是啥物？甲你看一下，看遮，免烦恼吼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伫遮吼，免烦恼吼，豆豆行吼，看是啥物鬼吼，恁袂着互伊现出是宝贵啊。来，豆豆行吼，这是啥物？这有物件无？这有物件无？这无物件。这无物件吼，无物件就好，来行，阿弥陀佛吼，好，阿弥陀佛，豆豆行吼，歹势少过一个哦，来，看遮，来都是衣橱啊，都是衣橱啊，不知道放多久了吼，不知道放多久了吼，真的不知道放多久，来，这嘛是吼，地上都是那种地上看地上嘛是安尼，很多人的海报，很多人的海报，人脸，阿弥陀那人佛。脸超诡异的，都一半一半。所以要小声一点，不要打扰到这些鬼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抓这些厉鬼，抓一个个抓出来，来收落去，你知无？来继续行吼。修了可以。免烦恼吼，有我史哥师傅在，谁也挡不住我吼，你懂不懂？吼，懂的人打手，吼。来，走，你行吼，有啥物代志免烦恼，阿弥陀佛，吼，吼，现主是豆豆行。来，我觉得刚进职之后，我一世英名就败在今天。免烦恼啊，甲大家讲，免烦恼，有我师傅在，师傅绝对会帮大家提前寻到。他们如果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讲，我的耳朵就会晃动了，你懂不懂？来，行，震撼全台湾，开始分享，哦。来，研究空果，豆豆行，爱豆豆行吼。这是啥物？叫做这里查啦。牧场。你看这，快看，起拍啦！起拍这啥物？干你娘！起拍！这啥物？这啥物？靠呗。这但是伫遮，这啥小？尸体哦。那是人还是动物？那是人还是动物？这。不是你爱跪啊！你跪你塞夫嘞！你跪还是动物？你跪啦！你跪啦！那是人还是那是人还是动物？那骨头是人还是动物的？大家看一下。小心哦，有粪斗有粪斗。这个是真的人哎！我们发现真的有，好像屁啦，白痴！好像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发现一个重。这不能拍了啦！不要拍了啦！这个是真的尸体啊！不对啦！你先照一下，各大媒体欢迎报道，公开分享，全台收视。这个很可怕，这个是尸体哦。你这样讲不对啊。这个是尸体哦。我刚刚前面看到影子，现在这边出现这个。你说刚刚我们看到镜子那边看到的是影子。刚刚镜子有看到影子哦。不是，看你俩，而且很臭，刚刚镜子有看到影子，哦。现在这个骨头是谁的？是谁的？你是被谁伤害？哥哥，你可以讲话吗？你是被谁伤害？你搞我攻击的哦。不是，这是我刚刚说什么？耳朵只要有动一下。他有临界的朋友要跟我讲事情了，我听看看，但是我也很害怕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拍下去很不尊敬。
很不正经，对不起，阿弥陀佛好不好。？我们严肃跟导演组商量，这迄个是不是要继续？迄不是导演组，迄是正干的。就是没有这是我后面工作人员，对我们公司所以工作人员讲错了，对，因为他吓到了，吓到不好意思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吼，我们先给他拜一下，不然到时候不然到时候真的会招财进不对啦招财进宝啊，真的会招财进宝，真的，我们要跪他，先跪他哈，哥哥拍谁哈？我你妈，这不是你要东西，没有，你要跪啊！你要跪，你不跪的话，我会衰啊！我已经很衰啊！你不知道，来，照我，跟照这个尸体他，妈这个地方都被火灾烧毁多久了？你在那边拍谁？对不起，没有，这个是真的。但临界的朋友告诉我，叫我一定要跪他。拍谁啊？阿弥陀佛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敢，我都不下次不敢过来这边了，对不起，我做错了，对不起哥哥，对不起，我做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下次不敢来啊，我做错，对不起，原谅我不要衰啊，对不起，要保佑我财源广进啊，对不起，忘不掉，你有什么事情你托梦跟我讲，我会。你不要托梦给我讲啊！你托梦跟我讲，我会懂啊！我会3天3夜睡不着觉啊！你懂我意思吗？大哥，你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你要跟我讲一下。好，看明天开什么名牌啊？你有什么不满你心愿，你跟我讲。是谁伤害你跟我讲？对不起，我明天你是今天要托梦还是明天托梦跟我讲？如果你有灵性的话。你可以出声吗？让我知道吗？嘘，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们不应该这样拍摄，对不起。只是我今天是游道士，今天我们工作人员来这边，我们想要知道说你到底有什么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如果你有什么不满的话，还是需求。你可以跟我讲，你可以跟我讲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超想吐的。他的眼睛好像有张开，对不起。你这样还要进去看吗？我现在超想吐的。大哥，对不起。我现在真的超想吐的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对不起。我们先离开这边好不好？不然我没有不行，我们答应。我看到你不要一直靠近那个啦，等一下你会裂衰啊。对不起，大哥，对不起，不是我讲错了，对不起，他会招财源广进，我也会财源广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我们至少先往前走好不好？不然几个人？刷点有几个？这边不要待2500。要继续加。这边先不要待，这边先不要待。不能待，对不起。我现在觉得全身，我现在真的很想吐，很不舒服。对不起，我做错，对不起。怎么一间比一间还要深啊？白痴啊！我一间比一间还要深啊，什么小啊？越来越深，还有隔间。怎么有臭味？哦。等一下，快点照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快点！真不夸张，我一间还要臭。不要惊，吼，明白了。刷电朋友拍谁哦？那临界的朋友到时候托梦跟我讲，到底什么事情了？没关系，我会帮他们处理，先分享。什么东西？阿弥陀佛。我觉得好像怪怪的，怎么办？你先来。对不起。你先来。没还漏啊！我们没有做亏心事，我们今天是来到底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哦。来镜子，来我们照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刷电朋友看一下，刷电朋友爱看一下，真的很阴啊。
阴到我都想要吐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这里没看到五瓦底，我找到天。我跟你讲，司法一下，看电视会不会亮哦？很如明啊，你。我今天被吓的吧？我今天被吓的。我从刚进职就忍到现在，我现在整个。我跟我们先换阿鲁果，我们先慢慢来。不是啊，那种教室还会摆鞋子啦。对啊，什么样子？对啊。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，因为他说，我的，我看得到东西，我看得到东西，我会打鬼。你别等一个看到像鬼那跑死啊！你别刀就出来啊！这真不能开玩笑，这真不能开玩笑啦。别开好不好？玩笑。此刻真不能开玩笑啦。跟我讲哦，来到了点，分享起哦，有你分享哦。不是啊，我觉得。拍摄就可以了，拍摄。大声一点，观众。拍摄就过去了，拍摄就过去了。来，就是这间了。没有，这间先灌。我们地下先灌。这间地下室。不是，我们先灌就对了。反正要保佑我平安。我还有很多演艺圈我要走。这应该是人家说的地下室哦。就直接再进头，不要拍到你就好了。你就说你尿，然后直接在那尿。来进来，来进来，镜头照一下进来。啊靠腰。这间不要啦，我觉得真的太毛了啦，太毛了啦。没有啊，说不定不用买那款。一定要进去就是了。对了。那史哥呢？有办法？你们提前进去，说不定不用先开一下灯。没得惊。你可以照我就对了。拍谁啊？我再给你照一下哦。这是什么物件？找到这一号，这一找到几号？这一拍摄就过去了吼，大来吼，大来拍摄吼，好，来行，这先行，来分享几个哦，给我们鼓励，给我们勇气哦，说定给我们分享几个，给我们鼓励，给我们一个支持，社团都丢，好。来，上二楼。开始。李小米。是被堵住吗？快点，我来快点，赶紧不用快点，稍点不用快点，李小米，灯打亮一点。感觉就是篮球机。对，篮球机哦。对。篮球机行不行？但可是墙壁很明显都是那种被烧过的痕迹。被烧过的痕迹嘛，吼，是不是？稍点不用得到点，好，分享几个哦，给我们一个鼓励的支持哦，好，分享几个哦，真的啦，谢稍点不用分享几个，用力分享。我今日有啥代志了？稍点不用。很主席拢免考虑啊，分享起来。哦，今天抓厉鬼，说定不用，一定要分享。师傅要抓厉鬼，开始分享。
开始分享，哦，走到行，哦，行哦，这最高是2楼、3楼。这边是音乐教室。这大家找一块，这叫做音乐教室来，大家看一下。找得开吗？无啊，先叫大家看一下，音乐教室，找一个。音乐教室来，拍开。我拍开。拍开就拍开。你使我拍开。来，你对，我先做法，来。来，师傅你味啦。好。你哪嘞？你讲你是师傅，你搞先拍开，敢对？搞我。不要了啦，我真觉得很毛啦。哦。我大家看这是啥物料？好，要创啊！拍摄哦，拍摄哦。给我干嘛？这边有看见？这下面跨界。这下面死掉的麻雀是不是？刚这死掉的边信号不好麻雀。哦。好，出来，这边太硬了，出来。慢慢出来。哦，有没有信号？有。不要说几个，来，到这边。来，继续。这边是同一间的吗？对。还是？同一间。是吗？同一间。拍谁啊？哎，为什么他会照绿灯啊？这是刚刚那个吗？拍谁？我刚刚走过了。拍谁？拍谁哦？走到几号？这叫做电脑教室。来拍开。拍谁了？他到公安了。电脑教室来，找给拍摄。拍摄啊！看见，今天看见，这个无？见，啊宝贝我，我们到处哦，啊宝贝我。来，这是什么有单？出来。而且这间特别大间。来，那个是什么？黑板教室，上课的黑板教室。来，看起来哈，是灯什么越来越小，但就走不出去。拍起来哦，叫个起来哦，有啥物代志要讲吼？大家照一下四周围给他看一下。来，进来照一下。进来照一下。灯打亮一点，来，进来看。免烦恼。来，打亮一点，来。锁定的朋友免烦恼。来，多多行吼。来，带大家一探究竟。真正最恐怖的吼。真正最恐怖的吼。来分享一下吼。真正最恐怖的，免烦恼。有啥物代志跟我讲。我这个师傅哦，绝对把你们讨回公道。你们这些人，给我出来面对。叫你写你家己的名。就是安尼啊。好惊。好，大家惊哦，免烦恼。没听到声音？没有。有啦。后边。边。有吗？刚蹦一声，你们都没人听到。很明显的。干嘛？你要起来！不要从那边走，不要从那边走。往回，先走。哎呦！哎，错，哎，心软了啊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来！要不要？
你走了了。还录不要录了，白痴哦！你有鬼啊！你不要录我！白痴还录啊！笑啥笑？在这里面有鬼啊！操你妈的！你刚才说来这边录的啦。到底是谁说来这边录的啦？今到要死啊！真正有鬼啊！锁定表，这真正有鬼，你知？真正比我足恐怖，你知无？安尼要安怎？从刚才那边，从后面走进去。哎，赵林，塞，塞，等下为迄边行。啊来就来啊，啊，头剃落啊。无说拢袂使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还再去回去刚刚那边。嘿啦。对。啊你以后莫走第一个啦。锁定表，我甲你讲，吼，嘿，你是不你是？走第一个，我即马你要走啦。锁定表，我们真的是全台收视率最可怕、最硬的地方。很多直播台、很多直播主都不敢来的地方。我们今天带全台湾一看究竟，刷电的比如，麻烦给我们鼓励，麻烦给我们一个分享机会，好不好？先叫我们分享一下，给我们勇气，好不好？你们的分享，我们就有勇气了。整个都不对了吧？对啊，不对了吧？刚刚那个声音，对啊，就我们4个，对啊。都没有其他人。对啊，你看起来就恐怖，而且这个快没什么电了哦。看谁有没有电池啊？不对吧？这还有电吗？这还有电池吗？有没有带电池？刚刚被戏啊！操！你看一下有没有电池啊？我真的觉得不太对呢。哇，我看这辆公司你带去啊？自从我刚刚看到那个影子，没有，你先跟他讲，你先坐那边，你先，我过去就好。就自从我先过，你没有。不对了，不是，自从刚看到影子。我换电池。哦。没有，我要换了电池，跟他换。有没有？认真，自从我看到影子之后，冠声就一直没有断过。继续这样。你不是塞的？恁袂使的，惊。给我们动力哈。我袂惊了诶。给我们动力一下，分享起来哈，分享起来，今天就恐怖，分享起来，用力刷，连主席都免烦恼，刷电朋友，家今天就恐怖，你看，刷电朋友，家今天就恐怖，你看，大家有看到无？今天就恐怖，免烦恼，继续行。我们3个人而已啊！我跑到脚都发抖，你跑最后的啦。啊？我最后。我跑到脚都发抖了。师傅嘛是会惊，你知无？去后面，去后面。继续行。嘿啦，伊叫你搁行一届啊？好像。我嘛唔知，观众。观众，你们希不希望我再走的？你在这边拖。希望我再走的全部按+1，好不好？全部按+1。希望我再走，全部按+1。真的按+1，我也认了啊。刷电朋友，希望我继续走，全部按+1，给我一个勇气。几个+1？没有人+1。哦，你们刷电朋友希不希望我继续走下去？嘿，他说你一个人走进去。是。他们。我头壳坏掉，我一个人走进去啊！你的蛋姐包鬼啊！你有请装逼呢？有很多演艺圈要走啊！新聊我都讲啊，你有装备啊？你知道我意思无？行到要死，一个真正行到要死，当作我塞的是假啊！恁袂是假啊，你知无？恁袂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我这塞是假，你知无？你当作我真的有法术哦。如果我真的有法术，我天天过年的啊，懂我意思吗？我嘛是会惊到要死，你知无？免烦恼行，继续行。
全部都叫你自己进去啊？是你们叫我进去，叫我自己生。我跟你讲，一个人，我跟你讲，线上2万人，我自己一个人进去探险，敢不敢？来啊！所以线上如果2万人的话，我说到做到，我吃屎哥说到做到，我自己一个进去探险，2万人，2万人来啊，来啊，你们希望我一个人探险可以啊？2万人给我啊，2万人给我啊，反正嘛，反正老子跟你们拼了好不好？2万人来啊，讲会到做会到啊，恁爸无伫做啊，你知无？讲会到做会到，2万不要说2万人啊，这个时间15000人就好。15000人就好，15000人我自己进去。很多台都是跟着探险团，不用15000人我自己进去探险，有什么生存2档，恁别自己负责啊，懂不懂？不要整天那边宝贝舒服嘛，懂不懂？快点分享。走去后面。好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你自己走啊。他没有15000人，没有15000人，我们叫你卖笑大声啦，因为你收音了，拢收得到。所以，真的到底很积极，看上面，哎，听到上面，有人在看我。就该叫我黑。我们要从哪里上去？走旁边吧，走旁边试一下。一样。就这边。世上真的有那东西吗？就旁边那边走。对不起啊。我照的地方走进去吧。哪里？这边。这边进去看看。谢谢讲面环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哈，我会招财进宝给你们哈，你们不要来搞我哦，对不起。哎。这边吗？嗯。进去吧。开始了，这个几人了？楼梯上面走。楼啊，路线。这边还有个空间呢。是不是不一定？不想。是怎样都烂掉是怎样？哥哥照上面，是这么小。不是。继续行吼，免烦恼，有啥物代志我会负责啊。吼，但是我这个手啊抓好，无恁袂包括。小心哦。这边更阴，这边更阴。看他隔壁，他除了他还有后门呢，后门更阴呢。走上去。不是啊，你在学校后面山上更阴呢。而且你看后面还很长哎，难怪这个地方这么没有人敢过来这边探险，我们是第一个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真的觉得走上去。有声音呢。我现在一定要上去吗？对，要。后边有啥物物件？感觉怪怪的。对，后面怎么觉得好像有东西拍咪啊？拍咪啊？我们走上去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走上去了，走。没有看到。它里面应该还是有东西。这个树是啥小？走了，靠北。这超诡异的啦。干什么小？我有点害怕。这超诡异的啦。走上去走一段就好了。走一段看一下好不好？走一段。不用。怎么会有灯罩门啊？我们走到底吗？没有，我们走一点好不好？走一点就好了。你不要看这个地方，你看。不对啦，不是，走，有东西来了，快点，有东西来了啦！快点走，有东西来了。不对，不是，跟我刚刚亲自看到的人一模一样。怎么办？有声音了。
又有声音，这样怎么办？不行我啦！们等一下会不会被困住啊？我是真的跟我刚镜子看到的一模一样啦！不对啦！不要录了啦！在干嘛？你不是塞的哦？我嘛是惊，我是假的啊，你当作我是真的哦。我是假的师的啊，我是假的师傅啊，可是真的这边有鬼。然后我真的很想吐，等一下。没看到我刚刚在吐吗？这边就真的有鬼啊！这边就真的有鬼没？全台湾真的就只有我，没有人敢进来这个地方呢。多么的阴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个地方真的太阴了啦！大家真的要用力分享起来，太阴了。我们怕有什么事情，你们要保佑我们，你知不知道？走。还要进去哦？进去走啊，不用怕，真的有什么事情啊？这些粉丝会过来跟我们攻击啊！什么声音？进去见看看。没有这个时间，为什么你没有声音？这个时间为什么你没有声音？你到底是谁？你要讲话啊！在镜头里面。他到底里面是谁啊？为什么这么诡异啊？一直在敲。你们是何方神圣？借过一下。对不起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再进来一下。怎么这么多门啊？这小啊！怎么了？这边大小啊！看，吓死我！奇怪，这底下有鬼，看你在靠背。奇怪，那边也是洗几点包鬼操，我还以为要走哎。奇怪，都有人在看我，干他的！真的不是我跟你讲，我真的看得到我看得到离间的朋友啊！我不会骗你们，真的啦。啊，这两个门是怎样？叫门都开看。门都要打开。哎，到这边，先到这边。看一下，我来看。师傅，你来开啊！我来开。你来开你个。还不知道厕所。厕所，没有看到，一般厕所。没有看到，先上天也不用，要保佑我们哈，分享哈。放这边。拍谁啊？拿来看。啊靠背，这怕袂开。用力一点。你拍你撮者。还是我们要不开，还是要硬把它弄开？不开。不开吗？不开，不要破坏。不要破坏，我们不要破坏，破坏是真的不要开，我们不要破坏别人东西哈。那这个门呢？这边哈，谢谢哈。来这边。啊，那边也有。拍谁啊？我们不是故意的哦。啊，如果你真的不要开我们至少可以你不要这边开。是鉴宝室是不是？好。对，保健室。来，先到这边哈，保健室啊。语文室。来，先等一下。啥小啊？是啥物鬼啊？啥小啊？进来看。恁袂惊到挡袂牢，你知无？锁定朋友，足恐怖，真正足恐怖，你知无？锁定面真正足恐怖，来拍这支。师傅，你来。这啥物啊？这啥物啊？阿弥陀佛。
给吹进来吗？怎样？我跟他讲哦，这边有冰箱哎，这个会不会移动？冰箱会不会移动？冰箱会不会移动？是啊，你别看拍开拍开哦。我拍开。对，你拍开。我拍开。对对对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冰箱啊，很久久的，你知无？这以前都不知道几年代的冰箱。够这拍开，拍开，我是看些位置了有开，恁袂着卡落去啊，免惊，免惊，哦。是的，大家要注意看一下。三五星币啊，三五星币。我是买里边吗？你们干嘛一直躲跑得那么没有远啊？，那个讯号不好。嗯，那信号不好。啊，三我们要。从那边过来的。没有，从那边过来。从这边走。对啊，我们不要迷路哎，等一下侦测信号哎，我们飞不去哎。就是看下去有东西啊，一直在看我们。我跳不要。这个东西一直看我们啊。哎，塞。大卫。后面啊，后边有声啊。后面要去看一下。有啥？后边有啥？哎呀，去后边看卖啊。今年你有穿衫的人。后边有啥？为穿衫？回家。你先行啦。大卫。大卫穿衫。回家啦。你说下一间那个吗？讲你有穿衫，你爱迄落啦。你要行头前。你要行头前啦。你别刷刷掉靠边。不是，我现在经过这个楼梯，我都觉得。反正我是很害怕就对了啦。我不会怕，我也是人呢。这边上去哎，这边有没有路？嘿，这边吗？这边没有路了。没有路了吗？没有。哎。有路有路。有路。那小啊。哦，怎么行啊？我嘛惊啊！你猜我？不是，这边是。这边是刚刚那个是不是？有啥小啊？有没有讯号？往这边走，再走过去。有信号吗？应该有。啊，这里讯号还可以。有讯号。怎么行哦？没烦恼。好惊哦！我现在很吓到我都想尿尿。哎，我现在吓到我都想尿尿。这什么声音？哦，真的要往前吗？我觉得他在警告我们。他在警告我们呢。我觉得他在警告我们。他在警告我们呢。一定要往前吗？他在警告我们呢。他在警告我们呢。是可以找了。他在警告我们呢。我这觉得他在警告我们。他在警告我们呢。不太对。我们做，我们很辛苦哎，他在警告我们。他在警告我们，我们平平安安。啊。这边看卖啊。没看啊。这边上尾看者。这边没看。教师宿舍。教师宿舍。他在警告我们。去看一下吧，去看。他那个鬼在。走前面。在你来了。哦，我在头仔进来，互伊做去。歹势哦，这个姐。难怪你叫我过来，是不是？你到底是不是啊？这是锁起来的。怎么又有声音啊？上去。不是，真的有声音呢。往前吗？往前。看一下，
还有教师宿舍。对啊，教室。这个锁起来，这个锁起来。好，不然前面看可不可以走？那里有教师宿舍。我吓到很多小画面了。这边可以上去啊？对啊，上去了。不对了。这边真的太阴了，真的很多人没有人这边探险过。哎，你看啊，你看一下上面，看一下上面，超级阴的哦，是不是？是哦。上去。走，还是要上去看看。对啊。谁要你来？谁你来？我讲个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讲。我们一起去啊，可是。我现在的心情我不知道怎么讲。走，你往前，我在你后面。灯这样子，你不要那么出去。这个地方我很害怕。对不起，没关系，他小。我被地虎吓一跳。继续。三小。有声音在警告我们。后面好像有东西耶。上去。那我们先上去。一定要上去。对。下来再上去，我在保护你们的，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。哦，好贵。小对不起。要看吗？不用。好。不要看。我们直接上楼看，没有的话我们就。好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保密的口，大哥大姐，对不起，我们是来看你们到底。看真正要出了等一下啦。哎呀，我伫外口收信号。嘿。啊，恁入去。对啊。嘿。我伫外口收信号。我开始去行啊。我可不可以保证楼上有一股非常奇怪的化学味道？哎，蝙蝠，快点照！很多蝙蝠。而且是不是认真？是不是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？对。非常奇怪。对啊，好像不知道这边什么事情呢。有种烧焦味的感觉。对啊，这边发生很重很浓嘞。冤还是什么事情？你跟我们讲。味道很浓啊。对啊，这边放点。对啊，这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哎，这边贴红布哎。被红条贴起来。贴红布这边好像怪怪的，而且有拖鞋。你确定要走吗？贴红布，等一下发生事情就完蛋。确定要走？去啊，走。走看看，看。这个贴红布给大家看一下。对不起，你看，等一下看一下贴红布，看一下，真的贴红布哦，这是警告我们的意思哦。干你娘！这是警告我们的意思哦。